貧子衣珠不從人得，即係話一個窮人喺佢個衫裏面有粒珍珠，就呢粒珍珠呢，呢個珍珠寶呢，唔係由其他人嗰度得到嘅。上到個禪堂嗰度，祖師西來特倡此事，只要是人之有，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，三世諸佛只是弄珠底人，十地菩薩只是求珠底人，汝等正是另憑乞丐，懷寶迷幫，伶俐項才聞參著，斬上眉毛便知樂處，若更踏步向前，不如擦掌歸山去，長嘯一聲煙霧深。究竟講咩呢？我先解返